身不由主；理卖身不由主；色卖魂不由主；权卖形不由主。请收看《闽南语连续剧》一成言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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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有不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阮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有不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阮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你敢搬倒斗阵大好无？母，小晶啊，恁倒来头家娘遐吼，共找遐尼侪麻烦，我搁搬过去吼，无好啦。阿母，其实这个话哦，阿爸之前嘛捌讲过。咱两个先踮外口找厝啊，等饲家整理好，咱再搬倒来饲家。我不会转去，我不会转去。阿母，是安怎？你嘛有看到玉清变成安尼？敢讲到即马，你还阁是想要顾你家己哦？小晶，你莫问遐尼济，我是不得已的。不得已，这10几年来，你无尽着做老母的责任，你嘛是讲不得已。即马真无简单，咱规家伙来当团圆，你有敢要逃避你做人老母的责任？你讲这话，你知影互我啥物感觉？你互我感觉你讲的每一句话拢是咧骗我，拢是借口。我无法度甲你解释，恁有头家呢，伊才是恁的阿母，然后我共友好知影无？我当然免你提醒我，伊饲我10几年，我一定会好好友好伊。你甲我讲这话，我对你足失望。关照阿母好无？你甲话讲遐尔多，佮要求我原谅你，我最后佮问你一摆，你到底有要甲阮转去？好，至少我看清楚啊，你真正是一个足自私的人。儿子，
多谢，也是互你提高关系啊。我来去哦。好，有时间再来。好，来去哦嘿。哦，谢谢。玉珍啊，你阿拄好伫遮倒你，你要倒？我要去病院，你要看你老母哦？我要去看玉清。看玉清，倒玉清是安怎？玉清摔断骹，即摆咧住院。摔断骹？但是安怎摔断骹啦？玉清太老，美院摕去坐假，伊感觉足自责的，唔再甲骹摔断。小来，你安讲啊无头无尾，我真正听甲无煞煞。啊，玉清是安怎会杀人？啊，美馆是安怎会代替去坐假？啊，发生这类代志，我哪会拢唔知影？你无需要问较济，就算讲你知影，嘛无落。玉清啊，我来感觉你咧甲我讲话，敢若无啥欢喜。啊，到底我又可是安怎？我问你，你敢真正无要互阿母倒？啊，你若向我安尼问，啊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实在想无，大家拢安尼苦苦，厝内阁发生遐济代志，伊就是不爱甲阮转去。伊心肝内到底咧想啥？我实在无了解。感觉伊阁咧忙。玉清啊，你莫有白想啦，恁老母伊毋是这款人。毋是这款人，那伊到底是啥物款人？自私，敢若要顾伊家己，或者是要保护我挽回伊遐济？刘天生，你甲我讲，你甲伊斗阵遐济年，伊到底是啥物款的人？早，我伊互我请答案。我问你到底要甲我转去？结果嘛是共款。我相信恁老母一定有伊的苦衷。苦衷，每一个人拢有苦衷，要讲有啥物款的苦衷会比伊红婿、比伊囝搁较重要？这根本就毋是苦衷，是借口。玉珍，那假使讲，我希望玉珍甲玉清会当碰到我的幸福，你敢会答应？我知你唔敢吧？就差就医馆那去坐啦，我嘛足唔甘，我真想袂晓，我顶世人唔知欠恁饲家什么物件，我请养恁两个囡仔，还佫照顾你的红婿，辛辛苦苦10年。安尼阁无够，连我唯一的查某囝，我摕去后事去坐啦。我实在想不通，天公伯安尼要安尼甲我折磨。这10几年来，你无尽着做老母的责任，即嘛真无简单。咱规家伙会当团圆，你有敢要逃避你做人老母的责任？我最后讲你一摆，你到底有要甲阮转去？志强，我即摆搁咧上班，搁要来报应啊！你也袂替我甲玉珍讲心。你也袂替我讲心。志强啊，这2天后病医较无闲啦，我嘛无时间去甲伊讲。你放心啦，后摆吼，我若拄着伊，我一定会甲伊讲的。你毋是跳过伊咧躲避我，对无？志强啊，我即摆你看，你应该知影这是啥物？玉珍捌甲我讲过，这是你结婚的时阵，玉珍因阿爸送予你。照你来讲，这个金锁片对你甲玉珍拢真重要。也毋过玉珍即摆肯将这金锁片送予我，
这就表示讲我伫伊心目中同款嘛足重要。这段时间我足痛苦的，杨天生还靠阮阿母，拢叫我搬转去，也毋过我唔肯。你敢知影是为虾米？因为我对你无遐尔大的怨恨。虽然较早我捌讲过你是抢走阮阿爸的凶手，也毋过我知影，阮阿母确实甲你袂比的。阿母，我相信你应该看得出来。 我对玉珍是真心真意的，你一定要成全我，一定要替我去甲玉珍讲好。玉珍，你一个人哪还袂见笑？你要我怎讲？你才要帮我做？你才要甲伊讲？伊是恁阿母，你唔肯接受我，我唔敢失去你，我才会拜托恁阿母啊。我的代志甲伊什么替代啊？林志强，我最后搁甲你讲一摆，咱两个无可能。 不管你去甲谁讲，咱两个无可能啊！玉珍，玉珍，玉珍！我的海角天，讲生命，付出心心意命。玉清啊，歹势啦，甲你吵精神啊。阿母，袂啦，你若安尼讲，咱是母仔囝呢。你安尼讲，袂出咱是青云人呢。玉清啊，啊你有较好无？啊，搁会听无？啊，袂啦。恁阿爸、阿姊，啊，搁有恁阿母，因人呢？阿姊吼陪阿母等去休困啊啦。阿爸，我拜托伊等伊替我载几本册来，为着我在遮嘛营营无代志通好做啊。拄啊好吼，会当好好看册。你真紧就要考试啊？是啊，后个月吼，我就要考大学啊。啊，你要加油哦！你若考掉吼，就是咱市甲头一个大学生呢。我会啦，我吼一定会考了大学的。啊，若无，我就对不起美观啊。对哦。啊，你甲美观到底是安怎啦？啊，你哪会去甲人摕着伤？啊，美观哪会替你去坐假啦？啊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哈？阿母，这个代志是谁甲你讲的？志强啊。原来是伊哦。玉清啊，你著紧甲阿母讲啊！秀萍伊一心一意，想要甲市甲这间祖厝搁重建起来。毋过，那即摆因厝会发生遐多代志，因后迄个心情搁倒转来处理啦。虽然我甲市甲无血缘关系，佮安怎讲，我嘛自细汉伫遮大汉的，我应该爱尽一点仔力才对。为着秀萍。为了报答乞丐养育之恩，我拢应该安尼做。先生啊，你遮甲四平搭摒扫？嘿，唐丽萍，你也举扫帚啦？市郊这间厝真个大间，
秀平一个人是要整理到什么时阵啦？我再讲，我甲老夫人的交情也毋是一天两天啊。我是这村长，看这间厝变的呢，看恁最近大家真个认真咧摒扫这间厝。我若最近暗时若食饱时，若无代志做，拢加减来遮来斗摒扫呢。查某伯啊，我是想讲搭市家的租厝一间遐间，可咱规个来拼，嘛无法度对。我咧想讲，这两工仔请一寡工人，拢来厝前厝后，规个清理又好势，好舒适起来。了后我才请人来设计看卖，看要安怎请去。我是讲搭市家这间厝遮久啊，原来荒废遮久啊，希望会当请结互伊。参以前遐清幽，遐舒适。所以，我即马干有两个想法。第一，就是考调大学，带美观；第二，就是咱规家伙啊，会当搁再转去市家，重新团。阿母，其实阮拢感觉。你无需要搁伫遮做摒扫啊！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好好友好你的。玉清，其实你真正爱友好的人，是饲你10几年的阿母。你想看卖的，我离开你的时阵，你才6岁，即摆你拢18岁啊！这12年来，我敢有予你啥？也毋过伊予你食，予你住，予你读册，甚至伊家己查某囝，都为着你去坐家。这款的温情，就算讲我，嘛毋知要安怎来报答伊。你千万唔通离开伊，因为伊才是你真正的阿母。我知啦，阿母，我绝对袂离开伊的，因为以后咱若是转去市家，我嘛会常常转来看伊，照顾伊。而且我若是带美观，伊嘛是我的阿母啊。好啦，你知影就好。我爱你会记得，不管安怎，你永远拢爱会记得。生的差一边，因为功劳较大天，你知影无？我的海角啊天，讲生命，付出心心意命。秀萍，文昌啊，玉清伊精神啊啦，伊咧等你的册，我来无用啊。秀萍，跟我等下，莫搁错，跟我等下好无？秀萍，你莫看到，玉清需要你，阮拢需要你。囡仔总袂使讲无老母。因有阿母，因有一个比我搁较好、搁较听堂音的阿母，伊所做的，拢是我做袂到。文昌，咱袂当辜负伊，也若无咱的良心，一世人拢会袂得过。秀萍，我知影。秀萍所讲的阿母，就是头家娘。伊讲了无毋对，连我到今摆
都毋知影要安怎甲伊感谢，更加毋知影是要安怎甲伊开嘴，讲我要带玉清甲玉珍离开伊。玉清出院啊，迄天秀萍无出现，头家娘嘛无来，我带玉清转去旅社，一切搁较早共款。无偌久，美馆因为伫个监狱内底表现了真好，所以伊提早假释出监啊。阮大家替美馆甲头家娘拢真欢喜。美馆下过航路，这就表示所有的歹运拢过去啊。尤其是对玉清甲美馆来讲，食了一碗猪脚米线，这就算讲一切搁再重新开始。来怀疑，体会你不捌相信你。